来继续来看八百会馆的负责人郭铁敏涉嫌洗钱甲地下汇兑，一审红当判11年8个月。这个案件上诉到二审，所逼出来讲，去年12月开庭的时阵，郭铁敏用律师的手机咧看本案的影片，互法官当庭甲证骂。就今日佫发生着同款的代志，所以早起再度开庭的时阵，郭铁敏的边仔有法警甲顾掉咧。高等法院讲，等这个案件审结了后，再佫考虑是毋是要来追究着伊不当的行为。双手铐掉咧，八百会馆的负责人郭铁敏早起佫互高院照提，进行出庭的时，伊用律师手机看本案的影片，互法官当庭纠正。会不会担心之后被惩戒啊？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出庭刷判一个牌仔，这个是郭铁敏的委任律师施宣旭。面对记者伫问，伊的脚步拢无停，嘛拢无应。先生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？经过收押交保，终身得到自由，后来伊佫被撤销中华看守所，无得个是关伤久挡袂牢。去年12月，当时开庭开到一半，律师施宣旭手机放伫桌仔顶向阳，报上一寡本案影片。郭铁敏一直看，敢若是律师找资料时无细字去点到的。不过法官发现了后呢，当庭讲法庭是庄严神圣的所在，要求书记官执笔爱记落来。加料，拜托。郭铁敏一审被判11年8个月，为了要拼二审换一批律师，想袂到发生这款代志，被人记上一笔，恐惊会影响到法官的观感。捌为陈文灿辩护这个律师施宣旭，捌做过检察官，后来家己开事务所。辩护过袂少重要案件，应该对法庭的规定真清楚。奈何被告去看到手机的画面，针对这争议也未有回应。今日出庭的是郭铁敏议员甲律师施宣旭一做伙，法警嘛坐伫边仔伫介护。高院表示讲，等这个案件审理煞，再来追究讲伊敢有无妥当行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